你如天一阙，不问今夕是何年。淡然逍遥在人间，走过前世雾朦胧。世人皆在寒梦中，念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。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在若临惊鸿前，过一如烟，为尘与残间。扶摇一别，绕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。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劈山越指点。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卷。无笔无人生，一夜情。这是要打 BOSS 才能蜕皮吗？这是蜕还是蜕皮啊？这 BOSS 他不是站桩输出的类型吧？喂，你狗咬吕洞宾，我有什么想不开的要救你啊？他干嘛这样看着点睛笔？刚刚也是因为点睛笔的气息在胸中涌动，我才会不由自主的过去救他。小王，老爷，快进来！你快走！此地没久留，快走！就这样放过他了？想报仇，也有命再说。先出去跟长青会合，再做打算。不好，二柱子说不定被他缠上了，我们得去帮忙，先逃出去。这包子怎么还有远程技能啊？小王，这队要碎了，快教教我怎么搞，把我的化为笔上。我也不会，刚才是点睛笔自己出的盾。竟然是这样！你辉哥小心！你辉哥，谢师傅。我们跑回来了。难道这家伙是在用鬼头驱赶我们走回头路？逃是逃不掉了，可是被鬼头追的鬼打墙，就是被 BOSS 拍成肉泥。看什么看？你们也撑不了多久。不如暂时合作，大家把灵力灌注到同一个护罩内，这样还能多撑一会儿。李辉哥，什么时候了？不要任性！哼，这么有诚意啊！不过那什么灌注灵力，我们可不会弄啊。我来教你们。很简单，感受比灵灵力在自己体内的流转。当灵力游走于心脉之时，用意念令其涌向目标体内。如果难以做到，就直接用手触碰自己的体内，这样比较容易成功。点睛笔作为主体，你只需要维持住它在你体内的灵力循环和输送就可以。这样就算行了吧？你刚才说是点睛笔主动形成护罩救下你跟19的。据说点睛笔能够在不消耗寿数的前提下，主动给出一些微小的启示。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用意？啊！我刚才是受点睛笔的影响才会去救他。救一个想要我命的人，算什么启示？
难道是智勇禅师本师？萧啊，这是智勇禅师的弟子，辩才的怨魂。这个辩才怎么怨气这么大？说来也是个可悲之人啊。智勇禅师在临终前将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真迹》交给辩才保存。他谨遵师命，从不轻易示人。唐太宗李世民屡次向辩才索取，他都推说真本已经毁于战火。不久后，一个叫萧绎的书生来到云门寺，与辩才情趣相投，二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。辩才拿出《兰亭集序》与其一同赏玩，萧绎竟趁这个机会将其盗走。事后，辩才得知，萧绎其实是李世民派人，惊怒交加，带着悔恨在寺内圆寂了。一片真心都错付喽。后来，辩才的弟子就将他安葬在我们身处的这片塔林之内。再加上他刚才吼出“萧”字，想必是对萧绎欺骗的怨念。这应该就是辩才的怨灵，没错了。啊！道理我都懂，但能不能别干他了？先想办法脱身吧。大家的灵力都快拼够了，师伯，青莲比跟你磨合的时间更久，用它没准能产生更多灵力。我试试。不行，点睛笔不肯让位。也许是有还想传达的启示。大不了我耗点寿命，有话直说不行吗？没记错的话，那边是退笔冢的方向。我刚才就注意到，无论小罗怎么转怎么动，点睛笔都指向退笔冢。没准儿，这就是他要给出的启示。有理，智勇禅师是王羲之的后人，他所立的退笔冢内满是王家人的精气，时刻提醒辩才灵魂回想生前憾事，所以他的怨念才越来越深。如果劈开退笔冢，卸掉里面王家人的精气，辩才的怨念是不是就能散？现在只有这个女人的力量，足以迅速毁掉退笔冢。看来点睛笔让我救她的用意在这里。啊！护照经不起折腾了，只能顶着外面的怨气找到笔冢。现在外面的怨气集中，又什么都看不清，必须跟着我的点睛笔走。你们一旦出了防护罩，就会遭到重创。我来帮你们恢复到重创之前的状态。不过，只有9次机会，出去的人越少越好。我来撑住护罩。师教。攻势比我们想象的快，只剩6次了，要速战速决。喂，你行不行？最后一次机会，就不差你们保护。自作多情。到了，时机正合适，去吧。
师舅，醒醒！幽会阁成功了吗？难说。这是什么笔啊？辩才好像更激动了。这青莲一笔还有收笔灵的本事。管城气候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共鸣。青莲遗笔竟然与那支笔灵有惺惺相惜之谈，难道那也是管城气候之意？永和9年，岁在癸丑。这题我会，是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。这是王羲之的《天台白云笔》。哎，辩才好像哭了。服药之间，以为禅寂。再见《兰亭集序》，辩才心中仍旧感慨万分啊。连《兰亭集序》里都说，生死才是人生大事，因为东西丢了就自责而死，太不值了。辩才现在应该能想通了吧？难道说，天台白云笔在劝慰辩才？生死有别，辩才的灵魂因怨念流窜至今，如今也该安心离去了吧。阿弥陀佛。这算是超度了。好机会，去收了天台白云笔。啊，什么？不愧是千古书圣王羲之的笔灵。韦世然，罗小友，别来无恙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韦家的，这是我诸葛家发现的笔灵，休想坐收渔翁之利。一辉哥，诸位已经元气大伤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你又是什么人？小荣，老孙女，看住他们。小柔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管城七侯是极珍贵的笔灵，笔中主人保存它们时，会设下严密的封印。天台白云笔的封印就是辩才的怨灵，一旦有人想将其拿走，首先会被怨念吞噬，而天台白云笔也会在脱出的瞬间飞离，除非有青莲遗笔在此。管城七侯之间能够相互吸引，只要用它留住天台白云笔，将亡魂超度后，就能成功收笔。那这里究竟能不能安全退笔？抱歉。所以那张纸条，若不这么写，怎能让你来此帮我收笔呢？可恶！雷平平息，欲吼怒！你怎么样？你的青莲毕竟只是支遗笔，还是别逞强了。爷爷，劝你别再动退笔的心思，
好好保存青莲，日后还有大用。那张纸条，你也已经走了，你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你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了。你怎么才过来？先别说我了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个姓韦的老狐狸，刚才也是他把我打晕的。天台白云笔，日后再抢回来就是了。先杀了他们，把这3支笔灵弄到手。不可，我们的笔筒都被毁了，没法收笔。还是把人先带回诸葛家，再行处置吧。为什么？人都带回来了，为什么还不动手取笔？族长说，管城七侯事关重大，要审审他们。杀人犯就是杀人犯，有什么可审的？哎，人又跑不了，你们急什么呢？哼，婆婆妈妈。如果接受审问，他们一定会把是我杀了方斌的事说出来。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19，这是长青哥，他们已经被我了结了。万物有心难倦，可是渺如烟。